走到，我是小妈妈，咱今天给他打了2017年1班棋，红方玩天一，黑方玩家注，咱们接下来看一下吧。这里面的话直接选择飞上局，黑方进卒。这里面的话直接进局，红方车1平4，黑方上马是可以的，这个棋。这里面的话直接闪开进炮，准备打中兵，因为你回4我就打中兵，你上马我的兵可以冲到你。这个棋感觉红方还好。这里直接挂中炮，因为醒着上马的话，这里面冲兵再过来，再打掉，上马将来回马将军什么的，这个棋都是好棋啊。不过后续的话怎么样，咱们也不是很清楚，看实战吧。
这里先来看一下，如果醒了个上马，那就直接过来闪开，再上马将军杀棋。这个棋后面怎么样，咱们也还不是很清楚。但是的话，我会知道红方还是不错的，毕竟他是多了一个兵，就是多了一个兵。在这个局面的时候啊，先来看一下吧。因为他如果醒了个过来，那就直接闪开闪开。这个棋后续怎么样，咱们也不是很清楚，不过也还是要看实战。这里面如果醒得上马，那直接过来过来。这里面在兵砍啊，这个棋都是可以的啊，不过后续都是看实战嘛。这里面的话直接上马。再上马踹炮，上马踹炮是杀棋的。
这里面如果醒了上来，然后就直接绝杀了啊！这个棋先跟他分享了，这个棋还好啊，这里面。这里如果醒了是过来，那就直接上马杀棋了这个棋啊，后续怎么样看实战啊。过来了。这里面的话直接平算，主没是上马的话，叫一张黑番直接上来，然后直接上马，黑方直接上马，闪炮准备是上马啊，偷杀水黑方直接赶走。这里注意了，如果你醒了这样子，直接上马吃炮了，这个棋必须要注意，因为的话你不能直接送掉。这里面的话直接上马准备马帅象，所以说他赶紧
回来，因为红班多了一个大使，所以他肯定不愿意跟你和棋。这里面如果醒了是一个闪开，那是直接过来。过来的话，再上马将军杀棋啊，这个棋还是可以的，看实战吧。这里面直接退来。这个棋因为黑方他并没有是3四擒哦。这里面过来了，再闪开，再上马绝杀了啊！这个棋已经绝杀了，再闪开。如果醒的话过来，那直接进炮绝杀无解。先跟大家分享到这。